講到當今坐擁最頂尖數碼音響技術嘅品牌，當然唔少得英國 DCS 嗰份啦。其實喺一套6件 Vervaes 旗艦級數碼重播系統面世之前咧 ，DCS 已經推出咗一套紅霸 High-end 數碼範疇嘅至尊級參考系統。冇錯，佢就係叱咤一時，協助大家深切領略 SACD 同埋高清串流精髓嘅 Vivadi。人稱4季嘅 DCS Vivadi 之所以一直深受音響發燒友追捧，主要原因就係佢嘅設計非常彈性，可以逐件加上去玩，到最後集齊4件，買齊14條優質接駁線材，咁就可以組成一套完整嘅 Vivadi Full System 啦。首先介紹一下 Vivadi Transport 2第2代改良版轉盤。機芯部分咧由 D&M 提供嘅，佢可以直讀 SACD 同埋普通 CD。中置式佈局配合重新設計嘅底座，提供更出色嘅重心分佈。Vivadi Transport 2轉盤內置2倍 DSD 同埋 DXT 升頻功能，機背提供3組 AES 同軸 SPDIF 同埋 BNC 數碼輸出，另加自圓時鐘界面以及支援 DSD 信號嘅 SDIF2 界面。深受世界各地用家支持嘅 Vivadi APEC DEC 解碼器，佢嘅數碼控制平台係由高速運作嘅 FPGA 同埋 DSP 處理器組合而成，透過 R2R 方式進行數模切換嘅嶄新 Ring DEC APEC 模組，可直接解讀 DXD 同埋2倍 DSD 數碼信號，配合 DCS 自動切換雙頻率時鐘鎖定技術，有效克制時機失真。Vivadi APEC DEC 解碼器嘅設定菜單將會提供4種唔同嘅輸出電壓，方便配合唔同輸入靈敏度嘅器材使用。至於模擬環節咧，就提供 RC 同埋 XLR 輸出插座。機背接駁界面應有盡有嘅 Vivadi Upsampler 升頻器，唔淨止提供 DXD 同埋2倍 DSD 數碼升頻處理，佢亦係協助用家同世界各地串流音樂平台接軌嘅重要功臣。配合 DCS 自家編寫嘅最新版本 Mosaic App， 仲可以幫轉盤同埋解碼器進行各項功能設定。Vivadi 升頻器嘅設定菜單內容十分豐富，輸出規格都可以按照個人口味隨意切換。而機背嘅數碼輸出組將會提供同軸 SPDIF、BNC 同埋雙 AES 插座。第4件亦係最後一件用家必定入手，可以協助發揮所有成員真我實力嘅拼圖，佢就係 Vivadi Master Clock 主時鐘啦。來自 Grade 1高精度時鐘產生線路，配合兩段式 Diva 抖動處理技術，進一步減少量化誤差嘅出現。機背設有2組合共8枚經過緩衝處理嘅 BNC 插座，分別輸出 44.1 kHz 同埋48 kHz 自圓時鐘信號。而 Vivadi Master Clock 仲可以配合其他主時鐘信號產生器使用，接收1 MHz、5 MHz 或者10 MHz 作為參考頻率。無論大家想親身感受 DCS 最新嘅 Vervaes， 還是 Vivadi 深不見底嘅真正實力，歡迎隨時光臨尖沙咀 Hi-Fi Gallery 影音科技。多謝大家支持，下次見。